推开古老的门扉，打开一张带和知道，在明明的日出生的朝阳，第一道光照见尘封的宝藏，它不在远方，就在心跳的地方。我曾向外寻找一个完美的解答，直到读懂知之日后有顶风浪里的马。世界纷乱如棋，心是唯一的战场。安定中看见清晰的方向，这是一条向内又向外的路啊。到诚意正心的当下，修养自身如摘树根深，方能野发。身修家己，然后治国平天下。这不是口号，是生命次第开的花。所谓撑起这屋子企业，像擦拭镜子，映照最真实的模样。善恶的念头在独处时最喧哗，敬畏是目所视，是手所指的洁白。心正则身不切身，修则家不垮。最难的学问是让情感不偏颇，爱憎与敬畏都不是七分量。这是一条向内又向外的路啊。到诚意真心的当下，修养自身如摘树根深，方能野发。身修家己，然后治国平天下。这不是口号，是生命次第开的花。无有本末，是有终是远行的根基，是脚下最近的土地。若人头晃浊，远方的河川怎能清晰？自天自意，至于许人，以世界以修身为本。这千古的叮咛，是给每个人的凭据。这是一条向内又向外的路啊，从歌舞之至到生意正心的当下，修养自身如摘树根深，方能野发。这不是口号，是生命次第开的花。最终的目标是至于至善，那至高之处是仁爱与光明的栖息点。它不是终点，是每一步的小针线，在日日新的河流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大学之道，在宁静中安顿，在安顿后思虑，在思虑中收获。从此行到天地。这是一条向内又向外的路啊，从歌舞之至，当下，修养自身如摘树根深，方能野发。身修家己，然后治国平天下。这不是口号，是生命次第开的花。最终的目标是至于至善，那至高之处是仁爱与光明的栖息点。它不是终点，是每一步的小针线，在日日新的河流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大学之道，在宁静中安顿，在安顿后思虑。
种收获。从此心到天